30蚊啊，正價好似係。係啊，30蚊啊！我哋未到65啊嘛。係啊，星期五休息啊，好中。酷熱天氣警告啊，現正生效啊！輕鐵車站就在附近，成人票價30港元。訪客中心裝修中。嗰度啊，貝貝之家啊。溫馨提示：天氣炎熱時多喝點水，感到不適時要坐下休息，以防中暑。遇上蜜蜂時，請不要害怕，但不要靠近，因為它們不喜歡受到騷擾。昆蟲乃大自然的一部分，如有需要可使用適量驅蟲用品。蟻是大自然的清道夫，蛇是害羞的家伙。如遇上這些野生動物，請讓路與它們。貝貝之家，貝貝有寶貝及來自三貝河的意思。水底都唔見啊！走咗去裏邊唞啊！水底都唔見喎。唔知匿埋咗去邊？好似唔係好覺㗎，唔知去咗邊喎。喺呢度。貝貝喺呢度，我哋係咪應該咁行？係嘛？呢隻叫爬牆虎。想去蝴蝶園參觀，但係唔係喎，呢個咧暫時封閉喎。係啊。蝴蝶園去唔到喎。其實可以由右邊兜路入去嘅。探索區，咁呢個係咪探索館？咪招潮蟹咯。濕地啊！我24尾裏邊有呢啲，蘊藏豐富嘅資源啊，當中即係有好多24尾啊，有呢啲動植物被人類利用嚟治療疾病啊。河畔觀鳥屋，雀鳥有耳朵啊嗱，請保持安靜。雀區啊，請保持安靜啊，做咩啊？呢啲蘆葦屏風係利用濕地保護區內生長嘅蘆葦製造，可阻隔聲音及視線，減少干擾野生動物。澳洲鵜湖擁有鳥類中最長的喙部，平均長度34至47厘米。蜂鳥是食量最高的鳥，每天最少進食相等於體重50%的花蜜。鴕鳥蛋是鳥蛋之中最大，平均16厘米長，1.78千克重。最小的蛋來自一種蜂鳥，它像豌豆一樣小，約1厘米長及約0.36克重。
向嗰邊就紅樹林浮橋啊，睇招潮蟹啊嘛。小心晃動啊！輪椅唔可以使用浮橋啊！紅樹林浮橋，你俾呢個單頭魚啊！呢隻啊，好活潑啊！係啊，嗰隻唔喐嘅。係咯。啊，嗰隻都係有一隻大個。好多裏邊啲魚。睇下會開唔開先。原來呢度就係蝴蝶園。人工巢箱為蝙蝠和雀鳥創造居所。哦，呢個巢箱啊，呢個啊。魚塘觀鳥屋，泥灘觀鳥屋。為營造更合適的泥灘生境，泥灘的水位會短暫維持較高水平，以控制植物生長。稍後會回復正常水位，讓候鳥棲息。不便之處，敬請原諒。呢度就至多濕地喎，